这种无同款风味、无同款口感的沙拉，总共有8种。这寡拢是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学生因参加选过训练计划成果，应用一半时间做工课，一半时间读册的方式，学习餐饮相关的食物甲课程。这寡丰富的沙拉创作，因运用到这种的在地食材，对菜单的设计、制作到新品完成，拢相当的水，也展现出因4年来辛苦学习的成效。他们就是高中毕业来读2天，然后4天在工作啊。其实他们是真的一边读书一边工作，那这样的训练其实是最扎实的。那从他们毕业后，他们的就业率几乎除了其他因素啊，几乎100%都在很好的5星级饭店都把它留任。有的甚至要创业，有2个创业，还有到大陆要创业，所以这个，然后各位可以从现场看到他们的成果非常的技艺，非常的精湛。那其实他们也比赛都得到很好的奖项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一条路。参加这届计划14位毕业生，有高达10个人留伫咧原本的服务单位，转做正职继续做工课。另外4位学生也有转换职场，甚至创业的规划。这寡学生的能力，无论是餐点的制作，或者是创意设计，或者是饮料的调配，拢备受业界肯定。良好的成效也显示出选过训练计划成功。台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学到非常